每日聖言分享。常年期第15週星期五，恭讀聖馬竇福音。那時，耶穌在安息日由麥田中經過，他的門徒餓了，開始掏麥穗吃。法利塞人一見，便對他說：看，你的門徒作安息日不許作的事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你們沒有念過達味與那些同他在一起的人饑餓時作了什麼？他怎樣進了天主的殿，吃了供餅。這供餅原是不准他吃，也不准同他在一起的人吃，而是只許司祭吃的。或者你們在法律上沒有念過，在安息日，司祭在聖殿內違反了安息日，也不算為罪過嗎？但我告訴你們，這裏有比聖殿更大的。假如你們了解我喜歡仁愛勝過祭獻是什麼，你們就決不會判斷無罪的人了，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上主的話。親愛嘅朋友，今日嘅福音向我哋展示一件非常美麗嘅事。耶穌話佢係安息日嘅主，而且唔係將慈悲放喺僵化嘅規則上面。大家可以睇下猶太人嘅傳統中，只有天主先能夠將日子變成聖日，所以當耶穌宣稱自己係安息日嘅主，佢已係一個非常佔先性嘅宣告。其實佢係想話俾我哋知，佢就係天主。我哋嘅宗教禮儀係讚美同恭敬天主，而唔係僵硬嘅法律條文。禮儀係使到信友嘅信仰生活更加積極同投入喺天主嘅生命入面，讓佢改變我哋同聖化我哋。當耶穌話我喜歡仁愛勝過祭獻，佢係為我哋種開一扇窗，讓我哋看見天主嗰份不可思議嘅愛。正如一位主教講，天主愛我哋唔係因為我哋值得，相反，正正因為佢愛我哋，我哋先至成為值得嘅人。就係咁樣，佢開解我哋嘅眼睛，讓我哋睇到他人嘅需要，推動我哋去愛，去寬恕，好似女生。讓我哋祈求天主賜俾我哋恩寵，可能活出我哋嘅信仰，透過每一日嘅生活實踐，將天主嘅愛帶俾所有嘅人。阿們。